今日是2008年9月26号，您今麦所收听节目是阿霞直播中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水霞。今日伫节目中呢，有邀请一位好朋友，你知影这是谁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倩倩，倩倩啦，小姐你好，倩倩你好。哎，等下较来开讲，先来听一首你好听的歌曲，歌名是《你敢知我唔知》。若是爱过一个人，心中玫瑰永远轻芳，一年寒冬，梦醒上疼痛。若是缘分一个人，目屎震动孤单情歌，离开的阵旁。何时才会离港？你敢知我不知？爱是茫茫无尽海，情深深无底，梦天天无话。你敢知我不知？心是冷冷的我。就被变成风台。每一个人拢有受伤的经过啦，但是我感觉讲你若已经3、4次都是那种情形，同样一个状况都没有改善，莫伫遐结婚了后咧痛苦，然后渐渐你也感觉讲你们两个真的缘分已经尽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分开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咱的美梦怎样会堪？手远放，怨叹只剩怨叹。你敢知我不知？爱是茫茫无尽海，情深深无底，梦天天无话。你敢知我不知？心是就被变成风台。你敢知我不知？爱是茫茫无尽海，情深深无底，梦天天无话。你敢知我不知？心是冷冷的我台。就被变成风台，为何你不知？我等你伫心内。希望讲因两个会当有这个机会好好斗阵。今麦嘞，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，谢谢你。那我们阿霞直播中今日节目就到这，希望讲后一回过来邀请你来节目中跟你开讲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喽，谢谢，下回见，晚安，拜拜。